香港簡樸房條例即係簡樸房制度，3月1號正式實施，標誌住特區政府以堅定決心解決困擾香港近20年嘅劣質劏房呢個老大難嘅問題。簡樸房制度目標係以全面有序嘅方式取締劣質嘅劏房，以實際行動保障星斗市民嘅居住同埋消防安全，毫無疑問係一項德政。對於坊間出現若干意見話政策可能導致租金飆升，或者係住戶被逼搬遷，我認為只要細心審視政策嘅全貌，大家就會發現呢啲意見大多源於對政府多管齊下策略嘅理解唔夠全面。當大家清楚明白到簡樸房制度嘅執行細節同埋政府嘅配套措施，上述嘅疑惑相信都可以迎刃而解。今次用嚟取締劣質劏房嘅簡樸房制度係一項複合政策，絕對唔係單單取締了事。政府喺推出簡樸房制度嘅同時，亦都全面提升公營同埋資助房屋嘅供應，令到基層市民有得揀，確保分間單位嘅居民絕對唔會因為新規定而流離失所。根據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早前公布嘅數字，舊年落成嘅簡約公屋項目，連同近日入伙嘅彩石里簡約公屋項目，已經提供超過9600個單位，加上現有1.9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以及將會有超過2萬個簡約公屋單位喺今年中起陸續落成。呢個供應量令到身處惡劣環境嘅市民有咗切實嘅替代選擇，亦都令到本屆政府有底氣去直面呢個困擾香港多年嘅頑疾。對於有憂慮話簡樸房制度實施之後，劏房供應會因而大減，導致有需要嘅居民流離失所。就此，房屋局副秘書長黃明惠早前接受訪問嘅時候已經解釋，香港喺未來5年總體公營房屋嘅建屋量，包括簡約公屋在內，大概有19.6萬個單位，供應會持續流轉。而現時大約22萬劏房住戶之中，大約40%已經符合資格並且申請公屋，另外約有20%亦都應該係符合資格，但係基於不同考量尚未申請。有60%劏房住戶合資格上樓。即使輪候需時，未必能夠無縫交接，但係從需求端仍然可以舒緩劏房市場嘅壓力。當然，即使公營房屋大增，部分市民可能仍然擔心，一旦確實出現劏房業主逼遷嘅情況，政府又係咪有政策協助受影響嘅租戶呢？其實房屋局舊年10月起已經喺過渡性房屋申請中新增咗丙類租戶類別。為受簡樸房規管制度相關改造工程或者執法行動影響，有迫切短暫需要嘅劏房住戶提供協助。套用黃明惠嘅說法，大部分劏房住戶本身已經符合咗甲類，即係輪候公屋唔少於3年人士，以及乙類申請嘅資格，即係居於不適切住房嘅人士，或者有迫切需要但係未符合輪候3年以上嘅家庭嘅人士。再加上上述丙類租戶安排，居民申請渠道係充足，無需擔心排唔到。至於另有意見指出，簡樸房制度落實，業主需要投資改建，經營成本或會大增，擔心因此影響咗分間單位嘅供應或者租金。其實政府推出簡樸房制度之前，已經進行咗詳細嘅市場調查。現時本港大概11萬間劏房之中，僅約有30%係需要作較大幅度嘅整改，主要係因為面積未達8平方米嘅最低標準，其餘約70%只係需要較少嘅改動，好似更換防火門、加裝消防偵測器等等。工程係相對簡單，業主較易完成認證嘅，相信絕大部分單位能夠輕鬆過渡去到簡樸房，市場供應唔會即時斷崖式下跌，有需要嘅居民唔會流離失所，租金亦都唔會因此而暴升。再者喺香港租賃市場，分間單位嘅整體租金一般係高於整個單位出租。咁喺新例實施之後，市場得以規範化，業主有法可依，市場嘅穩定性增加，呢個反而可以吸引新嘅投資者喺租金回報嘅誘因之下加入市場。至於需求方面，政府預期將來部分劏房戶上樓以及遷入過渡性房屋之後，即使部分劣質單位退場，但係喺需求同步減少嘅情況之下，供求不致出現大幅波動。
正如黃明慧所講，自從2022年實施租務管制之後，劏房月租金中位數一直維持喺大概5000元。相信隨住簡樸房制度逐步推進，租金市場可以保持平穩。最近有經營緊分間單位嘅人士指出，喺現有單位進行改動，以達至簡樸房標準嘅時候，會將成本完全轉嫁俾租戶。就此，綜合上述嘅分析，撇開有關經營者係咪應該賺到盡呢個道義上嘅問題，單純從市場學嘅角度嚟講，當簡樸房市場加入咗新嘅經營者，加上需求亦都預計會有所減少，屆時分間單位經營者係咪仍然會喺有競爭嘅情況之下冒險大幅加租呢？實在係值得商榷。政府喺實施法例之餘，亦都不忘為受影響嘅分間單位住戶提供貼心嘅配套服務，透過6隊分間單位區域服務隊，為受影響住戶提供即時協助，包括喺同居尋找居所，或者係安排入住過渡性房屋或者係簡約公屋等。簡樸房制度設有48個月嘅過渡安排，淨係為咗俾住戶同埋業主有足夠嘅時間逐步適應，確保整個整改過程平穩有序，避免出現大規模嘅搬遷潮。簡樸房制度嘅落實，象徵特區政府敢於直面、勇於處理老大難問題，俾香港市民住大一啲、住好一啲。唔單止涉及居住正義同埋居民嘅身心健康，更加關乎建築結構同埋消防安全等涉及人命嘅切身問題。特區政府以供應先行、配套兜底、有序推進嘅策略，決心告別劣質劏房。期望社會各界都可以支持呢一項德政，亦都希望受影響居民能夠真切考慮遷入政府提供嘅簡約公屋或者係過渡性房屋。喺住得更加大、環境更加好、身心更健康嘅大前提之下，種種衍生嘅不便，相信都可以喺政府嘅支援下迎刃而解。我認為呢個係香港社會展現文明同埋正義嘅一次大進步，值得社會支持同埋鼓勵。